现在目的来了，杨秀要来了啊！这个就是好久没回来了，这个，哦，不好意思，搞忘了名字了，我上前面那个。300往上走一下。300往上走一步，300往上走一步，300往上走一步。他们有些还在直播，哦，不是，在直播回来成都的路上。这是，这个松菊庄，这是宁大的嘛？好像是叫松菊，看一下，关注他的那个是啥名字？不好意思，在网上查一下。一直呢叫什么时候来？应该叫松菊。松菊臭马，松菊臭马，高的臭美，他现在抖音上只有2个作品，都适当的加。因为他有抖音嘛，自己玩的，在那边拍的。Oh
校航空港那边也在跳，西南桥那边怎么说呢？这边也反正可能都在跳。太刺眼了，这个。翁布来了吗？哦，不是，圆圈，拿，转回去，会，向前，带走。Hello。哎，你好。好的，穿衣服。我能帮你。他今天打了针的，他今天打了个那个麻醉，然后一下做跟他清理牙齿，取了牙齿，他怕痛嘛，他取了牙齿啊，取了尖牙齿，为什么？麻醉嘛。就是
就是他牙齿给他洁牙嘛，就是跟他达成的，就是清理牙齿。他们直播去摇摇，还有那个，还在路上，看着他们在路上。两个小朋友。他们是刚来成都没多久，壮普和那个那么，他们抖音都是 C 开头的，大家在一起的。知道吗？最后面那个这个女孩子叫松吉错，松吉拉错，松吉拉错，再确认一下，对，松吉错嘛，先明白了。这个是50多集泽朗吗？有点像啊，是不是？不是。这个不认识。收集错了。